一个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真实甲咱的上主来相拄，有好的关系的结连，也搁一摆领受对天属天的恩典、丰盛的恩典。咱做来唱这条诗歌，轻轻听。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。雅各书第4章第8节讲，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会亲近恁。当咱早起时来到教会亲近上帝的时阵，也相信咱的上帝，也搁一摆互咱三亲近，将伊的恩典降落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。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项代志为着咱家己的心来准备，伫早起时准备好咱的心。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伫上帝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伊，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开喙，着家己的心的准备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你的圣殿，做来敬拜阿罗伊。咱们为着过去一礼拜，上帝伫咱生命当中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所经过一切，拢有主的保守，咱来献上咱的感谢的祈祷。感谢你。我
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，伊是大无正生命的主宰，我的无正聆听我的声，伊是大无正生命的主宰，伊是大无正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，伊是大无正生命的主宰，我的无正聆听我的声。所以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，为着咱教会的牧师，为着教会咱的长职，为着咱的同工，为着咱的区长，为咱的小组长，为咱每一个团契的首长，为因来祈祷，求上帝开咱甲伊三甲地地，伫教会推动的任何事工，拢有上帝开咱甲因三甲地地。咱做为着咱教会所有同工，咱做开出来祈祷。教会当中每一个家庭，甲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，求上帝保守，求上帝看顾，特别伫这个不安的年代当中，放着伊的平安，甲伊的喜乐，伫咱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甲每一个家庭当中，那么开出咱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圣经的箴言第3章，伊特别讲，要专心倚靠上主，唔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所做的，拢要尊重伊，伊会指点你的路。我相信，伫咱的生命，伫咱人生所经过每一条路，当咱愿意跟对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就将迄个正确的道路来指引予咱。无论伫咱的教会、伫咱的家庭、伫咱个人的生活。相信当咱将上帝放伫第一位的时，相信上帝就会将这正确的道路指示伫咱的生命中。咱继续为着几样代志来祈祷。第一项为着咱教会逐项的事工来祈祷，嘛特别教会最近在推动侪福音的事工，为着幸福小组来祈祷，为着各团契、各小组在推动的事工，特别感恩节要到啊，圣诞节嘛要到啊。为着遮侪的事工来祈祷，特别为着遮个囡仔，为着遮个儿童，为着遮逐礼拜在服侍的老师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因，嘛互因真正伫个细汉的时阵，真正找到人生的道路，真正将上帝放伫因的内心，成做因一生的救主。咱做开喙为着教会事工来祈祷，特别为着咱的儿童事工，为着咱教会当中的细囝来祈祷，咱做开喙来祈祷。来祈祷，伫诗篇91篇15节，伊讲：伊求叫我，我就要应伊；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同在，我要解救伊，互伊有尊严。最后，咱为着你所在，无论是你的厝内的人，还是你的朋友，还是教会当中的兄弟姊妹，为着你所关心的，你知影有需要的这兄弟姊妹，做伙为伊开喙。就做伙为伊做守望的祈祷，咱做为着遮你所在需要的人，为着伊来祈祷。
我的保证，认知我的声。咱做来祈祷，万款的上帝啊，你真是阮的导牧者，真正是阮生命当中上好的牧者。你引带阮每一项伫人生的道路，虽望有经过关山，虽望有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但是阮永远无惊灾害。因为你是阮生命上好的引带，当阮相信阮专心倚靠你的时，专心来到你的面头前敬拜阿乐你的时，你就搁一届带阮到伫迄个青翠的草坡、安静的水边，享受甲你同在迄个水搁甘甜的滋味。求水帮助阮，就阮早起的祈祷，就阮早起的敬拜献上互你，甲阮每一个三甲伫地。也当阮每一项伫遮甲你伫遮三甲自治的时，你就将你属天的平安、属天的喜乐降落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我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为你的事为站起来，咱做拍谱啊，来俄乐，来俄乐咱的上帝。用这条诗歌，咱打自治，做来俄乐咱的上帝，咱做拍谱来唱。咱打自治。无可曾敬拜，圣洁的主，你甲我同在。每一日你拢受属高名的开来，引带我行新新的山谷。顺境而来，逆境而来，你安排阮通行着做伙他走。天路咱打自治，咱打自治日日无可能敬拜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受属高名的开来，引带我行新新的山谷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你安排阮。着回回他走，顺境而来，逆境而来，我欢喜顺通行天路。搁一下对头来唱，咱打自治，咱打自治，日日无可能敬拜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受属高名的开来，引带我行新。逆境而乐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你安排阮通行着回回他走。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我欢喜顺通行天路。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你安排阮通行着。逆境嘛而乐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你安排阮通行着回回他走。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我欢喜顺通行天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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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兄弟，顺境阮而乐，逆境阮而乐，因为你的安排阮当定着。是啊，所以主阮的心来而乐，来欢喜，来称颂你的名。咱搁来唱，我的心嘛，你着欢喜出声而乐耶和华，用真心坚定的信心而乐伊，你的一切拢在见证你的智慧大观念。咱打着而乐敬拜来回应，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，得着流体为爱来感谢，我
的心就欢喜出声，我的心嘛你就欢喜出声，阿乐耶和华，用真实坚强的信心阿乐伊，你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，咱拿着阿乐敬拜来回应，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，得着了体为爱来感谢。我灵阿乐你，愿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造伊的主。更加对出来讲，我的心要阿乐你，我的心嘛你就欢喜出声阿乐耶和华，用真实坚强的信心阿乐伊，你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，咱拿着阿乐敬拜来回应。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，得着了体为爱来感谢。我灵阿乐你，愿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造伊的真神。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，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，得着了体为爱来感谢。我灵阿乐你，愿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造伊的真神。更加对出来讲，哈利路亚，你是荣耀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得着了体为爱来感谢。我灵阿乐你，愿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造伊的真神，你是创造万物的真神，你是创造万物造伊的真神。来用咱的歌声，将荣耀、将荣光归于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当咱伫遮欢喜唱歌，讹了咱的上帝是因为上帝耶和华将伊恩典降落伫咱的身上，通互咱会当三脚自执，伫遮欢喜唱歌，用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伫的面前。若是上帝的保守，若是上帝的恩典。咱无这个机会，也无这款何等大的恩典，通伫遮，特别含遮的细囝，含遮所有的小朋友，做伙伫遮三脚自执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不只是互咱教会上大的恩典，也是互每一个家庭一个上大的恩典，拢是耶和华祝福满满的恩典。咱再来唱这条诗歌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祝福满满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
啊，咱的囡仔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亲像海边雨伞，你到目西来，我要举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为了称颂伊名，永无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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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咱做来唱圣诗第506首，拜上帝的囝儿。感谢你无限的恩典，伫这早起时，阮教会所有的小朋友，你所听的细囝，来甲阮做伙引带阮敬拜你。主你爱阮，爱回转亲像细囝，单纯、虔诚、仰望、倚靠。主啊，愿阮今仔日所有的小朋友因所带来服侍你的精神，也成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较大的鼓励，以及对阮大大的安慰。愿圣神伫阮中间，通过这细囝，甲阮做伙同心聚会，互阮领受到天顶来的恩典甲祝福。感谢主，阮求你，互阮伫这个主日祷教育主日的时，经历着上帝你的疼，经历着你的平安，经历着你的快乐。这时，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，来同心祈祷讲：阮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